后来乡亲啊，有够古水的吉伊卡哇，这是日本的漫画翁啊，要来高雄咯。高雄要伫爱河边来举办着冬日游乐园，明仔载就要开幕。主办单位早暝特别灌风来测试，有真侪民众走来翕相。啊，昨半暝就先甲消风咯，结果早起一透早，赶来要看的民众真失望。 2015年，高雄冬季游乐园特别开始，会场机械设备甲市集的设施拢准备好势，无问题。也毋过主角只靠我耍小风啊！我不懂，但是我就是看看，带他们来看。超难过，想说本来要抢先看拍照，避开人潮，就没有。昨天我来看只靠我的民众是真失望，因为前一天暗时。 豆豆啊，灌风，互翁仔捧起来。伊滚滚的吉卡蛙的亲像肉包，有影食高水，而且除了吉卡蛙，也有伊的朋友小巴。昨暝主办单位试甲灌风，吸引到真侪民众来看。很好啊，很可爱啊，超级可爱。真可惜，伫今仔日早起搁再小风，但是想要保持上好的期待蛋。 政府为着因应为期23天的冬季游乐园，附近的交通有做部分的调整。光荣码头 C 10站呢，在步行距离5分钟不到的地方呢，就是会场主管，因此呢，在热门时段将会禁止上下车。目前规划伫1月29到1月17、1月29到1月31，以及2月部分热门假期，拢总12天。月中到12点了后，轻铁40公营码头站将无开放起落车。 另外，会场附近的道路将会进行机动管制，好大人囡仔拢会当生了欢喜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